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 Crypto 張甲兵。各位戰友大家好啦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投資加密貨幣勝利嘅心法啦。呢個 point 就比較老土啲嘅，就係用你輸得起嘅錢啊。因為作為一個普通人，其實你夜晚瞓到覺咧係一件好緊要嘅事嚟嘅。如果你投資咗嘅錢，你係會擔心啦、內耗啊，搞到你身體變到好差，你係冇辦法長期作戰。投資其實都係一個無窮無盡嘅學問嚟嘅。其實，即係老老實講，60歲退咗休，你都其實仲係投資緊。係，所以其實係一場馬拉松啦。所以第一步就先揾一份穩定嘅收入啦。咁然之後就係用你輸得起嘅錢，再搞好翻個心情。唔係叫你大意啊、放鬆啊，係叫你不斷去學習啊、復盤。最緊要咧係呢段時間肯定一蚊得一蚊，千祈唔好買奢侈蚊住。咁唔係叫你唔買，但係等你慢慢個經濟狀況好轉咗之後啦，先再去買咯。多謝大家聽到最後啦，祝各位喺投資市場上大獲全勝。